祖师皇族，祖孙叔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加上咱好老前人的医生，好老前人的五大医生，咱前人、副前人，这本书高心的栽培，用心的教育，所以呢，咱较会阁有遐尔仔幸运，来这庄严的活动呢，来聆听着咱的圣理。 当然，有当时咱会去感觉讲，咱所听的道理，一般伫社会上，足少听人要去解说安尼。你像一般伫社会上拢讲的，就是一寡社会新闻啦、国际新闻啦，咱要去有法度去真正深入听到咱这个对咱的心性。 真正有帮助的道理，可能较无当听。为什么较无够听？因为有当时咱社会上所追求的，拢是名、利、财、富贵。一般社会上人袂去讲，袂去称赞讲，你是阮的。 你爱肯定你是佛，要安怎成就佛？这咱就较无当听。除非来伫道场，来伫佛堂，你较会去感受着讲，嘛较会去肯定讲家己是佛啦。为咱家己佛，咱嘛毋知咱家己是佛，就亲像咱我或者讲师。 所甲咱讲的，咱每一个坐伫遮的前言大德，咱拢是成愿再来。为什么咱会去互袂记一去？因为咱迄个愿力去互袂记一去。因为咱来这个世间对细汉，如果爸爸妈妈若无甲咱教育，是。 对细汉的培养，当然每一个人拢是成愿再来的佛，但是有当时伫社会上咧拍拼，咱会去互一寡物欲、物质，甲咱抗着咱的佛性。所以咱知影讲，像咱外口看见即个玻璃本体就足清气的嘛，新的本体足清气嘛。 但是一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你若无去甲清理，是毋是会卡足者涂刷粉啊？会卡足者涂刷粉啊！你若搁1担、2担、3担无去甲清理，煞卡甲拢含外口，就无法度去看着。咱每一个人的佛性，就是安尼。咱每一个人的佛性。 就亲像迄个天顶的日头同款，伊足反光亮、足光明的。但是乌云卡来，咱就无看到日头啊。有日头无？有啊，只是甲迄个乌云拨开，伊日头的光明就显现出来啊。咱人的佛性嘛是安尼呢。 咱大家佛性嘛是安尼，因为咱大家佛性，其实不管是就是咧流露出来，因为咱人拢有充分之心嘛，拢有迄个慈悲的心嘛，只是无法度去永久保持。就亲像咱过去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咧甲咱讲，有一个老太太。 伊有饲一只鸡母嘛，伊饲一只鸡母的话，伊嘛是足疼小即只鸡母，因为伊只鸡母会帮伊生鸡卵嘛。但是呢，伊即只鸡母伫路顶咧走，有一天无小心去互车落去嘛，车落去，伊个慈悲心就显露出讲，老遮济遮毋甘，想要摕药甲糊嘛，迄个慈悲心就流落去。但是过无偌久，过无偌久，敢若
去挂起来，啊，伊个心就要装备讲，这无趁钱那个活歹吼，啊太的吼，等下死要菜吼，去食无共款啊就对啦。所以你要看咱人迄个慈悲心，你的慈悲心若显露出来，就是佛嘛。啊，你迄个慈悲心若搁去互迄个物欲甲你扛起来，咱就迄个佛的慈悲心就怎啊无去啊？啊，所以为什么爱来运动？啊，为什么会咱有法度求道？就真简单对我来讲，咱是心愿在来。啊，咱要求道，嘛是凭着咱的十条大愿，才有法度求道啊。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求道的时阵，拢是佛前有入了十条大愿嘛。哦，十条大愿咱讲过的就是：心心保守，实心修炼，实心忏悔，如有虚心假意，退缩不前，遗书灭祖，藐视奸淫，不尊不贵，邪道天机，令道不现，不良力有正。其实咱修行若有照这10条，咱的愿力，刚刚讲师甲咱讲过，咱的愿力就有法度去完成。啊，其实10条大愿，你也搁要甲浓缩的2条尔。你有信心保守无？你有实心咧修炼无？安尼尔，足简单，哦，足简单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呢，学校要参咱做伙研究的就是讲，这条修道无条件，哦，啊，迄个咱的济公外国祖文的。条件爱你无条件，哦，咱来听一摆吼，咱来听一摆。
伊个内底歌词第一拍讲，修道无条件，医生用心肝。毋管别人安怎讲，相信修道的心袂变卦。付出无条件，输赢全看透。感情美化一张空，坚心定忍受，坚心定忍受，则我为道办。我受则我毋惊，我毋管。修道风好遮尔好。其实，伫即个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当然修道无条件，就是讲，亲像日头出来，互咱的大地有光明，伊嘛要甲你讲条件的。雨天上天伊到了，雨要来滋润着咱的万物，伊嘛要咧甲咱讲条件。大地生养万物，养养万物，伊嘛要咧甲咱讲条件。亲像咱的爸仔母仔饲咱的子女，咱敢有讲饲子女讲有条件的交换，应该是无嘛。饲子女才有咧讲条件，无嘛。所以伫即个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就是牺牲付出。但是你有真心无真心，所以为什么咱要爱修道？就是要爱追求着咱人生上界可贵的，就是要追求一个永久的归属。咱永久的归属是伫对啦，人生永久的归属是对啦。所以你也看，不管咱伫社会上，不管有求道无求道也好。咱人若往生去，拢要对对去，拢一定要等于西方极乐世界嘛。无人讲我要对着迄个地府受四生六道轮回之苦嘛。所以咱人要爱去追求着人生的一个永久的归属，是对，就是伫西方极乐世界。你西方极乐世界，咱要安怎去找回？咱要安怎去行上这条路？唯有修道这条路。所以咱济公老师甲咱讲，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，唯有修道不误人。为什么唯有修道不误人？因为你若要等于西方极乐世界，除非这条路尔，无别条路啊。绝对无别条路，所以这条路袂去耽误着咱。济公老师甲咱画保证的，咱可能无相信着阮所讲的话。所以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去了解着讲，
人生的上界大代志是啥物？你爱知影讲，你生伫这个世间，上有意义、上有价值的代志是啥？所以就是咱的生死大事。咱的生死大事，你若无去认好清楚，所以呢，咱有当时啊拢参与着文德观主咧开讲。若是去讲着一寡无重要的代志咧，伊会讲拢会讲一句话。迄参咱的生死无关系，咱莫去讲迄。互我感觉即句真是真理。咱伫即个社会上，其实若毋是参咱生死有关系的就对啦，咱尽量莫去讲。因为讲就有是非啊，是非就是影响着你的心念的转变。你心念的转变，有当时啊，你命运就转变。难怪，或者讲师拢来甲咱讲，心念就是要创造你命运的主人嘛。心念你若要改变，你的命运绝对袂改变。你要改变命运，唯有找到你家己的心做主人。你若无找到你家己的心做主人，你要安怎去改变？因为伫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人来讲啊，修道毋是3日5日，毋是3年5年，是一世人的代志。你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一世人的代志，你毋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耽误着你的生死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伫即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会去拄着。足侪环境人事会是甲咱讨的。有个人讲你遮少年，你着常常要食菜哦。有当时啊，你会听着讲，想着对咧，我搁遮少年，我迄个世间遐好食的物件，我拢还袂去享受着，我又免常常来食亲口所见食菜修行哦。袂讲你迄个对少年拍拼到老，进物质遐尔啊丰富，食的物件遐尔啊济，你要常常去食菜修行哦。因就是拢无认清着讲，其实咱生命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你的生死。你家己的生死，若无要去把握，别人拢无法度决定你的生死安怎。所以伫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咱绝对爱相信，修道它会当互咱改变命运，修道它会当互咱创造命运，修道它会当互咱回天了志。若无修道这条路，咱嘛还阁离六道轮回咧艰苦。所以这讲原本呢，曾经讲过一句话啊：世间呢，啥物会上苦？咱家己去体会。生老病死，对一项讲，莫阁讲八大苦了，阁敢若生老病死了，对啦。而这生老病死，你家己认为讲啥物对一项上苦？有个人就讲病嘛，有个人就讲死嘛，有个人大概讲生不如死嘛，生嘛苦呢，无较有迄个讲生不如死，就是生不如死嘛，就是代表生嘛艰苦嘛，死有当时阁毋是讲要死就要死咧，嘛是离啊苦嘛是艰苦啊，若破病阁愈艰苦，讲英雄最怕病来磨嘛，所以。生老病死，你认为啥物对一项上苦啦？但是这是世间人所认为的。咱这讲原本的，伊甲咱讲，这世人你若无修行学道，对入六道轮回上苦啦。咱敢有认同？有认同拍一个鼓啊！
伫即个生死的关头当中，你若去互对应六道轮回，安尼真正艰苦的。你毋知影你要去畜生道、饿鬼道、迄个阿修罗、迄个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，吼，真正艰苦的咧。因为咱嘛捌去迄个满道满府遐无有一个天堂，有一个地狱。咱若毋知影地狱啥物情形的，会当去遐看卖啊，你甘是？甘对？啊，所以若无修行学道，你若万一就对啦，活入去迄个六道轮回就对啦。你毋知影啥物时阵你都要做啦。真正呢，你毋知影爱去修偌济世，较有法度来即个真世间出世做人呢？你想讲出人做人遐简单哦？迄个儒先祖甲咱讲人生难得，就是讲咱要做人呢，若无经过了不拉世的修行，还是供养不拉世的佛菩萨，咱即世人要做人唔简单。哦，你也想即马就对啦，为夫妻结婚生一个，上好法度真正生一个啦吼。若为佫毋生，你若掠着牌仔讲要来出世伫即个台湾就对啦，你毋知要排偌久才排会着呢，敢对？哦，毋是像咱挂号的哦，有当时啊也去挂号，迄挂100几号的哦，而且去看到下晡排佫排袂啥会着，安尼等足久呢。你若有去病院咧挂号吼，咧医生咧看吼，若7、8、10号就等足蛮有久的啊。咱甲想啦，咱若万一去破落地府呢？若掠着牌仔讲要来出世做人就对啦，真正毋知要排偌久才排会着啦。哦，所以伫即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真正咱的修道的心毋通变化。今仔日真正无简单，互咱得到即个道呢，其实要求道嘛是无简单呢。有当时啊，要来求道，写好啊，名写好啊，要求道啊，伊嘛无爱，讲伊头壳疼，肚疼，啥物倒业疼，互伊疼甲赞会调，迄无法度求道，就是无法度求道。有法度求道的呢，咱甲恭喜，因为济公老师甲咱讲你若来求道呢。伊就爱帮你的业力，超你的业力，讲哦，即个人要求道呢，伊爱帮你超业力，超讲即个要求道你业力万啥来甲讨的。伊迄是咱老师拢有帮咱斗交代、斗承担的，咱较好分，无简单来求着道呢，较会当互咱遮尔平稳。会来听道理呢，所以付出无条件讲，伫即修行过程当中，咱拢是付出。上天互咱即点的灵性，要互咱有一个好的修行好的原因，就是像安尼起一个大间的门，互咱即摆的修行搁较开发。有当时伫开发当中，咱拢会去互袂得。毋知讲修行这条路要安怎去进行，因为咱还阁看袂清嘛，所以讲观情依华一张卡，坚心定忍受折磨。其实，而且咱下只讲师嘛有咧讲，其实凡间的一寡爱情也好啦，亲情也好啦，拢是短暂，拢是虚华，拢是假。其实，参你的生死敢有关系？无关系咧。就亲像下只讲师讲左右参你的二左右，你感觉因足温爱吗？有当
当时咱时常听一句话啦，咱若讲有人往生啊，早上公鸡啊，晚上忘记了。有诶变啊！你感觉讲夫妻伊运来程度到底啊？迄拢是假的啦，迄拢是假。只是咱无法度去真正认清着伊的本质对。它的本质在哪里？你爱看会清楚伫内面。爸仔囝也好，翁仔某也好，当然有迄个因缘做伙，拢是前世所带来嘛。所以大家讲翁某本地是小欠债，爸囝嘛是小欠债。你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你迄个因缘爱把握好，就亲像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责任，要甲即个家庭顾好。要甲即个家庭顾好，你的责任是啥？就亲像咱拄仔迄个讲师讲你爱甲即个家庭，你的爸仔母仔有求道无？你的子女有求道无？你爱甲带入来道门呢？你的责任才会了呢？若无的话，迄个责任袂了，咱还阁有一个心挂伫遐，就亲像较早呢。一定可能1、20年前，咱迄个付钱人有去家里有一个钱险，迄个钱险呢，要几箍啊？要几箍啊就对啦。叫咱付钱人呢，要去甲看就对啦。伊都还袂断开啊，拼听倒哩听恁啊。伊成日讲一句话就对啦，怨叹。但是因咧子女拢听无，因为咱咧过喙齿拢绑起来嘛。讲的话伊就较听无。但是咱父亲是总有智慧的，伊就讲你是咧讲怨叹伊，你是咧怨叹啥物？伊讲伊怨叹伊的子女呢，拢无入来道门咧受刑，所以伊行袂开骹呢，真正呢。因为伊的责任甲伊的使命，就是要来互伊的后生祖囝媳妇，伊的全家会当行入修行这条路。安尼伊较无怨叹，伊要离开这个世间，伊认为伊的责任已经了啊，伊会当快快乐乐，等于西方极乐世界呢。若无的话，伊阁抱着一个遗憾，伫伊的身躯上行袂开骹。咱人有人到迄个时阵，较咧怨叹。咱着趁咱即马有能力、有义务，会当鼓励成全咱的子女行入咱的佛堂，对着人生真正的价值，伊才会去了解。无一般咱的子女拢无用事业，无用家庭，无着像即摆假日，若天气正好，着来佚佗。其实迄参伊的生死敢有关系？一点仔拢无关系啊！一点仔拢无关系。其实有关系，就在伊是毋是对道有认识、有体会。对道有认识、有体会，当然，咱做爸仔母仔有当时就是爱，迄个立身、以身作则嘛。咱毋是伫来佛堂看大家拢作慈悲，看大家拢菩萨的心肠。咱返去厝嘛，爱以慈悲的心，以菩萨的心肠来教化着咱的子女。上无咱的行为嘛爱做甲，互咱的子女，互咱的亲朋戚友来听见，讲安尼对咱来修行呢，毋是无好的，是足正确的路，是要达到人生真正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一个工作。所以呢，修道方富这么多。当然，每一个人
伊修行学道过程当中，当然拢有考验，有考验，有折磨。但是这拢是要互咱相信修道的心，毋通变化，会过平如意啊！啊，无你讲一个人修道，伊有偌诚心，伊有对道有偌信心，若考试单无分落，拢毋知影。所以伫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你如果若甲即个考验、测验、折磨，当作是别人分互咱的一张考试单，有当时啊，咱修行过程当中，咱嘛爱考试看卖啊，讲咱到底即马修到即马几分？啊，你若无有逆境来，无有困境来，无有挫折来，你毋知影你家己进几分啊？哦。所以，修道学道的过程当中，咱嘛爱自我肯定、自我有信心。那安尼，你不管别人安怎讲，咱相信修道的心袂变化。哦，了。人言听话煞，万言一定满。连前世愿当作是一场梦。啊，受折磨我毋惊，我毋管，修道最后孤单一个人，普渡还袂完，救世是永远，甘愿牺牲到底，望将心间回下。哦，当然，人言听袂煞讲，其实是非足济啦。伫修道的过程当中，有当时啊。就曾经互我讲，咱毋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就互咱对着六道轮回，这是上介重要的。因为咱人做是做咱的啊，别人要讲是讲伊的，参你的生死无关系啊。哦，今仔日伊讲你好命，你敢袂好命？哦，今仔日伊讲你善，你敢是真正善？毋是嘛？今仔日伊甲你讲安怎，参你的修行，参你的生死都无关系。修行学道，参生死是解关的，啊，伊解关的重点就是讲，你有坚心定力。哦，若无的话，毋管别人安怎讲，当然修到最后孤单一个啊。伊就较早迄个楚留香讲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哦，其实呢，咱爸仔，人咱讲夫妻本是同林鸟嘛，大汉林来各自飞嘛。哦，不管夫妻还是爸仔囝，还是母仔囝，当有一天咱要离开的时阵，伊上个是甲咱讲者。对年甲咱拜拜，安尼尔，伊敢有可能对咱去？无可能。不管夫妻愿意哪恩爱就对啦。等到定数人到的时阵，每一个人就是爱等会嘛。哦，伊无参你，无咱讲比翼双飞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咱爱去甲伊了解讲，其实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上惊啥？哦，就是上惊人甲咱讲一寡无必要的话，啊，你毋通甲当做真的。其实修